女人唔靚得幾耐嘅咋？有幾多個好似我同阿青霞咁啊？得所以話啫，女人嘅嘢，青春要留翻俾自己，唔好留翻俾啲衰男人。林青霞，你逼好過癮。喺馬來西亞呢一個山城舞妖啊，已經喺抖音啊、小紅書入邊啊，佢哋好多人睇到我，好得意啊！香港人講好風趣啊，仲有其實咧係粗俗講咧就好擺屌啊咁樣講。其實咧喺文雅嚟講啊，好風趣啊，帶啲黃點咁樣樣啊，其實已經黑晒㗎啦，同你講，唔係黃點啊，全世界都黑晒啦，我塊面，OK啊，都唔好冇面見人㗎啦，同大家講，文化就叫做好幽默。係啦，粗魯講就好屌得咁樣樣，所以你問我揀邊啲我都唔識講。最緊要大家接受我嘅直播，我嘅直播係冇傷害人嘅，3個手指係冇傷害人嘅，只不過呢，你哋中意搞，我樂意同大家搞，即係炒到熱呢個台同大家開心咯。你話正經嘅話呢，我都係 hello goodbye 嘅同大家講。你林青霞又嫁到，識欣賞你就會嚟支持你，多謝林青霞。所以講林青霞明白我。無論我有百般對，或者千般錯，我全心去承受結果。我面對世界一切，哪怕會如何，全心保存真的我。問我得失有幾多，其實得失特別清楚。我笑住回答，講一聲，各位朋友，我係我。